No innocence， 什么等到起码呀 ，baby you up party 呀。麦克拍，麦克拍，要拍去刑警竟然管拍啦。到了这份节吼，有先。到了。办这个跳舞哈。哦，因为吼。 咱这个斗六跳舞的活动其实真少啦，啊，这场其实我嘛已经足久无办的啊，哦，3、4年无办啊，啊，去年本来要办啊，拄着这疫情的关系，嘿，啊，所以今年我想讲来甲试看觅。哦，我有看迄农民历啦，迄天日子袂歹，嘿，日子袂歹。你的日子真水哦。 算水。啊，为啥要跳舞？为啥要教人跳舞？跳舞台湾人也无配合技术啦，闽南都有学习就好啊。跳舞是吼，互大家生活当中有一个兴趣啦、趣味。因为即摆人有当时拢手机啊、电脑坐咧久啊，有无？然后呢，哦，久有无？嘿，久安尼，久甲拢，迄个什么？驼背。跳舞会当互咱身体会当较健康。 哎，啊，互咱保持一个不错的心情，不管是囡仔还是大人啊、老人，拢会当跳舞。假如你生气，假如你生气，幽默严肃。在你跳舞啊，做必播的，啊，甲小姑妈妈伫台顶咧跳土风舞，有啥无同？哦，这吼，这就爱讲到咱专业的物件。哦。咱这个土风舞吼，其实伫美国叫啥物？叫什么？广场舞 ，hustle dance。Hustle dance， 啊，为什么甲台湾人少年仔会感觉这，感觉有淡薄怂，有种代沟对无？其实这有一个上大的原因是音乐的问题。嘿，其实吼，你也甲这土风舞的舞步，你也甲研究者，其实咱伫咱的街舞内底，街舞台语要怎么讲？街舞啊？街舞这个吗？这个叫街舞吗？ 好 ，OK， 伫咱这个街舞内底吼，其实有足侪舞步拢是同款的，嘿，所以是看你安怎看这个代志，啊无其实伊是一个同款的代志。啊，来看是要创啥啦？啊，跳舞也无前途啊！你问这个问题，根本就是要惹人生气的，我甲你斩落去。阮学物件毋是大概拢为着前途，为着讲爱有一个做伟大的未来，咱会使跳欢喜的啊，对无？你唱歌敢一定爱做歌手？ 是毋是民间拢咧讲吼，跳舞的囡仔袂变歹的？只有食倒。哦，这个有一句话，咱叫做食客安那少年家，食久变头家。啊，后一句，食久放尿安那滴着鞋。滴着鞋啊！嘿嘿嘿嘿，你遐济水啦，对无？嘿嘿嘿嘿，啊，你讲跳舞的囡仔会变歹哦？其实这嘛无一定啦，这嘛是在人啦。对。你耍任何的物件，其实拢在人。我真感觉是耍政治的囡仔较会变歹。 我跟你讲，穿西装的吼，有当时啊，无一定就是吼专业人士啦。嘿。啊，但是因蒋万安嘛，足努力咧耍呢，因国民党嘛，足努力咧耍跳舞呢。其实，敢跳比伊较好无？绝对是跳得比因较好啊，对吧？我真的快疯了，为街舞做事有错吗？假如你生气，假如你生气。前一阵啊，迄国民党毋是咧做一个迄什么街舞的比赛啊？我们的智慧节哦，有伫遐考啊什么的。其实因为这上大，我鼓励啊啦。嘿，咱3月19号伫咱的斗六 Mr. Lobby 行启纪念馆有一场街舞的比赛，叫做将门云林咖喱桃。欢迎大家也是有闲会使来行行的，会当来参考什么叫做街舞。No innocence， 什么等到起码呀 ，baby you up party 呀。 Isu na patuloy ba ang ha-ha-ha-ha Makapiyaan na panay tasulin na salit na Maya sa iba na hinta Panakatulog-tulog na sikudan Maya sa no mapura bang aso Panayuan na sa ay labaran Maya sa mo dangach
啊，你遮跳舞的拢是屁头啦，无效啦。啊，3月19号，恁若是有闲，会当来行行的。啊，你若是跳舞的，欢迎来做阵来甲咱佚佗。好 ，peace。假如你生气，假如你生气，有我耶稣，有我耶稣。假如你生气，麦克拍，麦克拍，要拍去刑机竟然管拍啦！哦，这个是你要降下来，还是我要降下来？你啊，你讲啊。哦。到啦！来跳舞啊！去纪念馆，跳舞的囡仔袂得歹。应该会使。你穿那么帅呀？对呀。